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鐵鎖咕咕小姨媽頻道。其實喺內地一直以嚟，大家睇到好多新聞啦，都係只係起咗嘅樓爛尾啊、爆雷啊，但係都唔會有乜嘢新聞出現咧，就話係有租霸呢樣嘢。咁點解咧？不如今一集我同大家一齊分享。影片未開始之前，請大家支持訂閱，撳埋隔離個小叮當。好啦，我哋 Let's go。大家喺內地，如果你係業主想放樓，或者你係租客想揾樓，最好咧都係通過中介代理，因為佢哋具有專業嘅經驗，可以幫你避雷啊。如果你係業主，更加一定要揾大型嘅中介去放樓啊。點解？有法律依據㗎。因為喺民法典裏邊第962條，中介要向委託人如實報告。如果中介故意隱瞞或者提供虛假嘅情況呢，損害委託人嘅利益，佢哋要承擔賠償責任㗎。租客又好，業主又好，簽訂租賃合同前呢，必須要檢查房屋嘅設施配置，例如就係廁所同埋廚房嘅喉管，睇下有冇生鏽漏水啊嘛，電掣嘅開關啊等等啦，都要 check 一次㗎。喺室內硬件嘅配置當然要 check 啦，但係咧有啲業主將間屋咧就係生出，連家電所有嘅新嘅配置都租俾租客。喺內地嘅租約咧就唔同香港，唔會話有一年生一年死約，一般都係一年約一年一簽嘅。我曾經去睇樓啦，咁啊表面睇落嚟咧，啲家私好似都好新喎，但係仔細再望下咧，原來前一手租客咧就養咗幾隻貓，所以咧啲床褥啦、啲窗簾布啦，所有都係貓毛。最離譜嘅咧，就係所有係木嘅地方咧，都係俾啲貓刮花晒。大家都知道啦，電視同雪櫃應該損耗嘅情況唔會係太大，因為一般咧都可以用上幾年。但係原來佢屋企有個幾歲嘅小朋友，竟然咧將個電視機個屏幕啦刮花晒，連個雪櫃門同埋啲牆身啦都好似塊畫板一樣啊！如果你係業主，你唔想個租客養寵物，你必須喺個租賃合同內訂明。另外咧，合同咧必須要訂明居住期內咧嘅維修責任。喺內地依據民法典第14章至706條條文，租賃合同未經登記備案係唔會影響合同嘅效力㗎。簡單咁講，一簽租約就會即時生效。無論你係喺香港或者喺內地，如果你係業主將層樓租出去嘅話咧，基本上你要提供你嘅房產嘅證明。但係如果你係租客，香港咧就需要提供除咗你嘅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之外啦，你係必須要提供工作證明啦，或者你嘅收入證明。但係喺內地租住宅房嘅租客咧就好簡單㗎，只要你提供呢個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你就可以租到樓㗎啦。鐵鎖唔係喎，你今集嘅主題就話喺內地冇租霸，如果啲租客只係提供呢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咁佢咪好易做到租霸咯。業主們唔需要擔心，頭先都講啦，簽訂咗合同就即時生效㗎嘛。啱我亦都有講點解要揾中介，因為咧中介係有責任到管業處將新嘅住戶人備案。新嘅住戶人資料咧，管業處第一時間咧就會通知所屬嘅社區辦網格員。而網格員呢，就會將新嘅住戶信息輸入各大政府有關嘅部門，而所屬社區嘅網格員就會不定期家訪核實居住人嘅身份證明。唔係喎，鐵鎖講到呢度，如果我身為業主，個租客唔交租，我可以做啲乜呢？有睇過我視頻嘅朋友都知道，我曾經拍過有關內地租樓同香港嘅分別在於乜？喺香港咧，水電煤所有嘅費用咧都可以轉名俾租客。喺香港嘅業主一定有經驗，因為如果你租咗層樓出去，中介咧就必然會幫個租客將個水電煤所有啲類型嘅繳費咧都會轉晒租客嘅名嘅。
咁喺內地租客如果唔交呢個生活繳費，咁點呢？其實好簡單，喺微信小程序裏邊有個 APP 就可以交水電煤費用噶啦。打開咗個 APP， 業主又好，租客又好，都可以睇到欠交嘅費用。嗱，講到呢度，大家捉唔捉到重點呢？如果個租客喺指定時間之內都唔交租，大家咧可以先離開呢個管理處聯絡網格員，一齊上樓睇下個租客究竟點解唔交租。商討無效之後咧，最後一個方法，業主咧就有權去管業處，就叫佢哋幫你將個單位裏邊嘅水電煤全部關晒。相信冇人願意住喺一個烏燈黑火嘅地方。如果租客喺你合同上邊指定時間都交唔到租，如果你要收翻層樓，必須要揾網格員同埋叔叔幫你手啊！好啦，今日視頻嚟到呢度，我哋下一輯再見，拜拜！仲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請你支持訂閱、點讚、分享、留言，多謝收看，下次見，拜拜！